银向满田。大家好，大家阿门。大家按早起哦，7点哦，大家就来了。对。嘿，我是琪琪。我是傅秋英。大家真嘅非常非常嘅有眼光，也有耳福啊！安邊安尼來選送嘅一年一度，你美麗演客家歌手嘅演唱會啊，色彩講咧出得咯，當出得。對，出得大家呢，今日安排哈，擺出時間來到人家文化中心呢，哈來選送哦。今日呢，有唱到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好聽嘅歌誒，好看嘅人。以前呢，係全部是創作人才。好了哈。是。接下來呢，你今年呢哈，主辦單位也係你呢苗栗縣政府呢哈，非常非常支持你文化，尤其客家文化，還有觀光以及各項啊哈語文哈表演的發通嘅你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嘅副局長，副局長夏松台，謝謝。你有請有請。好嘞，有請副局長夏松台。唱松台哈。各位貴賓，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董牌 C 吼，客家話吼，冇慢慢輪轉吼，他來夠哈耶哦，後面好聽的歌會被我這個影響到這樣子哈。那不過哈，今天晚上真的是，先跟各位抱歉一下，就是說今天晚上因為現場今天晚上行程比較多，所以沒有辦法過來。所以特別要我過來跟大家致意這樣子。那其實我看今天哇，真的是做的，連第2階都已經做得快一半了表示我們苗栗的藝文是有希望的。不過在這個希望裡面，我特別要感謝我們議長。那議長對我們的藝文真的是非常支持。那他不但支持，他不但來當我們的貴賓，而且他還上來演唱，就是身先士卒。我們是不是給我們議長一個熱烈的掌聲？謝謝。那當然，我們孫議員還有吳議員其實對我們縣政、對我們文管局也是都非常的照顧。那常常都時時刻刻的勉勵我們。那我們也是真的是非常感謝在議長率領的議員的各位的支持之下我們的縣政能夠不斷的往前走這樣子。那我想今天晚上剛剛主持人也介紹到。那在演出的都是金曲歌后，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個都是演員，還有一些舞團這樣子。我想我就謹祝今天晚上的演出能夠圓滿成功。那也代表苗栗縣政府在中秋佳節馬上就要到來的時候，預祝大各位都能夠秋節愉快，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謝謝，謝謝副局長，謝謝董客氣哈，其實你講客一好談呀。對，你阿生意當好，接下來咧，你係有請，有請哪邊咧？你總，你演唱下松台。好來，請你你總來演咧，唱松台，謝謝。苗栗主持人我台長有我侯總師、孫淑薇議員，還有余文忠議員還有台上所有要表演的老師們，還有各位長官、各位貴賓，還有我們文管局的王副局長，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你總好。邊苗栗客音響滿天迄個上也全台灣省一定要客家文化的主現苗栗縣現在也請重視客家文化的傳承不說了文管局了辦了活動，公演出都非常的有意義了客家了研究很多的技法技術要變過來特別辦了擺儀了客家人你講法你看外面人一多個樣的越南的啦，還是印尼的個新住民剛剛沒參加做活動，佢來到苗栗做客，佢咩客家加上大家都苗栗帶給我做一家人當然希望我們在苗栗祝演唱會會幸福快樂多來為總統嘅講孫淑薇議員、余文忠議員，祝特別議會議員
祝福所有的乡亲，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班都啪哩啪哩。妹妹，刚好呢吼，到后台吼，去行早市行摸的吼，然后去吼，哇，开始吼，讲洗牙去，好啦，洗牙去，洗牙去。当然唔是洗牙去啦吼，那讲客家上个客家天台吼，叫咱去上马吼，要洗牙去了吼。那今天来到了问老师还没洗牙去吼，也是人生的一种经验吼。当然今天挨迄从挨到班同学啦吼，人家咧全部正经的老师吼，当然当多我学习的地方吼。有哦，你以前你知道人学期有个名词乱字头，你压下来有抢的名词出场好不好？来，抢呢林展毅林老师啊，老火喊那样。林展毅老师啦，要名词吼，无有抢你出场啊。大家好，来，哦，你还通六没有中吧？要咱们洗牙可以过，全部按斯文啊，来。老师，你讲吧。也3年来吼，今年可以讲个第3年突啦。许多安尼了严政府吼，单位也各区的壮观啊，从事了客家文化从基层大义的吼，像安尼了客家文化36年。无简单啊，种啥哦？啊，你要贴入年龄哦。啊，你咧来顺堂的下，哦，南五对创的咧，跟要买一了三个全是叫哪出？好嘞，有偏半做三国志。好嘞，哎，欢迎。那按种啥哦？种啥我哩？哎呦，谢谢。大家好。阿哥手摇我该唱，我摇了来伊那，两伊了来伊那谁那，同是我来伊那。
刚刚忘了讲哦，我们客家事务科的康科长哦也很辛苦，晚上我看他忙了整个晚上哈。谢谢大家，谢谢。好，来，你继续给的出场。好来，然后呢，你来有请林正英老师。好，来，林正英林老师。还有你杨妹妹老师，以及呢张香菊，张菊老师，还有廖秋玲老师，还有郭国安老师，以及庄长明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可爱的Yuki 赵德武。来，我们西长先来，来，请出场。先，妈妈，要得哈，一听就按的听书啊，来，大家告诉我哈，掌声鼓励。传统以及艺术演歌的技巧，最佳的演出嘛，以及咧最佳全息奖哈，今年就有得到哈，嘅最佳全息奖。哦，佢嘅了了实实咧哈，又有哈出动作全息啦。对，哦，要非常适合弘扬你欣赏。嘿哦，公主老师，然后也带来后台歌曲。狗书挑，快打唱，众神欢迎你出场。阿爸滚马。
代呢，来给大家带来哪个歌曲呢？好来，嗯，老师请来讲。南沙南溪，好，风溪的溪，梦中年。南沙南溪梦中中人。年啊，来，你有父亲哦，安子生，你同心舞曲，安子生。要讲下个哇，按讲的物权，我的北呀，两位主持人好，家下呢都
后台嘅片哈，大家都嘅畫狀嘅下想，哎呦，一隻聲有咩我講，落嘅徐子晴用按槍啊，槍，我喺條路門，哇，上橋暗號呢，嘿，但係衝過嘅呢，哇，佢係農業大擂台哈，猜年度嘅下係亞軍哈，係年度亞軍，對，阿公叫乜嘅季冠軍，季係冠軍，係季冠軍，嗰佢要同嘅周偉傑哈老師，對，周偉邊個傑。合唱一首《愈愛愈堅定》。好唱歌，愈愛愈堅定。看某人用愛愈愛愈愛，越來越涼哈。看某哈，我們周偉傑老師呢，他是很知名的一個詞曲創作者。對，真嘅比從個無簡單哈。嚟撒下來呢哈，兩啥呢？好推崇嘅，不是從聽呢首歌曲哈，來歌曲。唱兒來披響，唱兒來披響，咱只識向陽的同時。
什么啊，呛你来批评，谢谢。什么什么你？我来小见伢老公啊，来介绍下老公哈，跟老公呢哈，赖认真肉食，哈，3個教創40年，係最低講哈，叫到去到我故鄉台東，你阿故鄉喺台東，錯咁啲啊，係乖啊，後山咧，佢去到嘅教創，去到台東花蓮就要。對。好，嗰陣佢全身就有搞錯，嚇，我嘅精神啦，嚇，冇講乜嘅啦，視察嘅精神啦，冇講教書嘅精神，像視察嗬，這因為視到阿妹愛嘅，係嘛？係咪？嗰個去年呢，又得到啊呢客家委員會呢，嚇，一個客家貢獻獎，傑出嚇嘅成就獎，成就獎，哦，真嘅冇簡單嚇。我想講苗栗啦，嚇，喺人家度3個嘅。基本上係繁衍體啦，3個就從苗栗開始啊。我想今日話呢，尤其啊哈，特別3檔個廠嘅3個啊，也當多年已經唔記得樣個廠，我就嚟從大家帶來一種老強嘅老3個。艳阳的山就唱，就唱满你那的梦呢。山头一雄傲的吧，见过哟，现在给马爱内情。唱到啊幾無心好嘅山歌啊要見啊，仲係空橋講黑包。嘅水橋啊，水橋山歌啊，愛你情啊。擔妹近來嘿嘿喲做擔幹啊好氣東歐睇定苗花苗講講潮我兩條人
心不安呐。山歌唱为是嘿，嘿哟丢绵绵啊吼嘿，唱条山歌妙啊，刚刚起哟，来爷爷呐。路人看真来嘿，嘿哟甜福苏那好嘿嘿，后上堂真来妙啊妙，刚刚起哟，不太趁钱呐。留下了是那劫难，冲杀了东南，客家了咱了东南，原来了。扶持了你那心呢，牵把了业难，后运了你那给呀，一生了老难。是的，刚才呢哈，也就是也有没有啲当电戏的啦。好，我想咯哈，因为面前呢像罗山歌开南歌演还有平板，加同二庄唱的哈平板就一啲啲的唔同样哈，加二庄唱的平板的韵较好啊哈。但是呢，我想讲，既然从没有啲潘安尼有冇演唱会啊，有3年啊哈，绝对人做唔得幕踢，也系慢哦。迄头摆人家的美丽的一只山歌舞，很多苏万琼先生啊，佢反面咧苏万琼跳吼，迄在人家的客家山歌街度吼，占一个相当重要一只 TV 啊。我想呀，就迄头摆呢，嘅日本时代家下，呀苏万琼先生呢，佢本身唱的嘛咯，很多鸦片歌，吼也个天师文，我想接下来呢，我就同大家。带来一个苏万琼跳的天使文，好了。一来那风那看你。大家就后山里。
上的阿了片，毛色的吉利，是必有是哪来？张有就叫的长命，落来去无那钱，难差那几年。奉天太家就飞马上迎，人家有我年少爱书记，阿片那毛色大吉，直到神水过就温柔，万本不那条理，直到一扎头那就太哭啊哭。两支树棍，亲像个洗衫水；两支脚棍，亲像个搓梦啊边。八九年都不敢行出来，强怕个九江风顶起。十月半行个种种做个就平安喜，也不用作战太阳嘅就很爱情，很多阿片鬼，同意就听作业，也不用菜刀徛起就乱乱去。任嘅幾多一下痛，一下痛佢就做阿落去，嘿啊嘿鬼，多頓錯啊，嫌嫌就來點事。好，謝謝，什麼什麼嚇，閒話唔可以講咁多嚇，正統嘅呢客家話就係咁樣。是，冇問題。希望你以後有機會呢，嚇，你落妹啦嘅話，一要做就為大家風味機會。安尼就叔叔，你對。嚟介紹，介紹。沒拿傾愛的啦。好，來，介紹海邊。好來。海邊呢講個聲冇人呢林詩琳老師。好來，搶出場。哎，各位長官、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帶來天之歌曲《講講噶》要是說呢，喺美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去年舉辦廣場舞比賽指定歌曲之一講講噶，為他帶來要是後堂歌曲。一個昆通法，將小頭髮點點飄落下，
这位美女。啊，是我们处长吗？啊，对不起，看不清楚。一年一条河，爱去斯人茶，在等你头发，来到大树下，一个粉头发，渐渐是白发，点点跳落下。亚速歌曲讲讲大呢，思琳的创作歌曲哦，在去年呢，来投我们的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办理的这个客家嘉年华的这个广场舞歌曲的甄选，然后很荣幸来录取哦，所以呢，今天特地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让大家呢来可以共同的回味哦，这个风靡这个全国的歌曲讲讲大。谢谢。亚苏国要非常的轻快，谢谢我们的同心舞群，谢谢。那美丽的舞群，你美丽的舞群哦，搭配呢？舞群搭配你的那个服装很搭是吗？是我们啊，没有讲好的哦，没有先讲。真的真的好看。看。他很多烦恼讲哈，你会做到好安尼大礼服哈。可是呢，今明夜哈，俺姐姐哈做安尼哦，俺有都去帮安尼了。安尼做对嘛？我今天是装。安尼做对帮答说嘛。对，接下来了丹麦的后堂，上了单爱去改一个创作歌曲哈。去改创作对对，这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哦。你去改故事。阿姐不缺男朋友。阿姐唔欠男朋友啦，安尼是讲故事吧？当欠老公啦，自己安慰自己，自己安慰自己。对对。阿姐唔欠男朋友，来，怎么他敢呢？怎么他敢喜欢？穷你，来给身边，永伴无边，有心意，来
且不缺男朋友，是自己安慰自己，无论如何要把自己照顾好。天风顶，多颜色，一粒的情切。你了身边担忧有情意，对起。谢谢什么他噶？安子西啦哈，接下来带来看毛强强的节目。哎呀，毛强强咧，伊呀吼，你讲咧，哎呀，阵仗动态呢，科班的呢，科班对，哈，全部学音乐呢，对，他全部数行咧就开种乐器，其他的我也唔单止嗰种乐器，还多才多艺，多才多艺哈，对，看那口的哈，也系矮的，也系讲来的，全部做对哈。哦，今日嘅这个毛强强哦，真劲，好，也就叫做快乐音符乐团啊。相信他们都很快乐，都快乐哈。今天一个主唱哈有两位哈，一个哈赵德武，一位呢嘿我们讲的，我就叫雨桐啦，黄雨桐啊，小雨桐哈，等一下啊，今天照相哈，那个白雪公主，好，老个白马王子哦，白雪公主，白马王子，白马王子在哪里？谢谢嘞哈，嘿，真给懂。哎，我们黑天鹅，你黑天鹅啊，我是黑天鹅啊，所以我现在哦把自己搞成粉红色的，是，好，好嘞，有请给他出场哈，天数呢是赵德武首创的头摆有头摆，大家众赏鼓励。用天之愛左票前。
拜又特拜。那在此先各位介绍第二位，哎呀，白雪公主出来之前呢，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里面的团员。来，从我的右边开始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的长笛老师刘雅婷老师。再介绍这一位也是我们的和音天使，那也是同样是我们的吉他手，是我们的施少庸老师。再往这边，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吉他手老师，是我们的温翠红老师。再来往这边介绍，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团长，非常的美丽，那人气又高，就是我们的钟仪团长。那还有一位没有介绍到，那在哪里呢？让我们目光转移到这边来。这位也是我们的和音天使，是我们的朱彦成老师。各位掌声一下好吗？谢谢。不好意思刚刚不小心卡词了一下。那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这位白雪公主是谁呢？掌声有请一下好不好？掌声先起，来邀请我们的黄雨桐小妹妹出场。大家好。哇，今晡日呢，我为大家带来乜嘅歌曲呢？王老贤。王老贤，种啥鼓励？这位呢是我们的白雪公主，是我们的黄雨桐小妹妹。撒哈了 T3数歌曲嘿，同族共同客家情。那在唱这首歌之前呢，希望各位还有手机还有电的朋友，可以帮我打开你们的手电筒，跟着我们一起摇摆好吗？那这首是一首抒情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你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跟我们一起摇摆，谢谢。
班，祝福大家百年班快乐，谢谢。谢谢，再次谢谢各位，圣蒙太嘎。谢谢。几多人咧听个电视台咩超名啊？唔讲当一大擂台系嘛？就係基本嘅。徐世慧老師。講呢，看阿妹就啲嘅。我看阿爸就啲嘅。阿爸你好。咩啦？你又很阿爸啦？冇啱咧。咩？記係阿爸。喺捱記喺捱先生翻捱咩？中央係叫阿爸。係嘛？咩全程叫阿爸啦？人講黑椒唔會拗到嘅。講黑椒唔會拗到，係啦。起司菲洛斯。起司菲洛斯。好啦，你呢要有請佢出場，給佢帶來用樹後台嘅客家歌。用樹係嘛？係天樹呢係春香。春香。天一樹嗬食飽呀。食飽呀。阿做乜噶？阿做乜噶？泡茶。泡茶。打追鼓。共同來獻送來。好來，徐世慧老師，安子生。聖蒙太嘎，謝謝主持人，謝謝。那還有咩起司菲，咁恰太嘎來都要你。來虛榮的尖叫聲一下，好吧，來。啊，安子生。Aku ile song Joy jaban chu he ngày theo vai ke boka Sinh quê theo ban Kyung hà lối theo ga cao chữ bia Hành yu ge tròn gõ Cả nhà linh xa Là hạ trong mi lối chú trong mấy khói bụi bước phát thiên nhà只多年漫山遍野中天嘅阿伯山芒那邊中吹了了風過太嘅春陽定應下來站
需要人解人散，只可为爱上爱转路向，甘有无影。见到伊咧插姑娘，早站顺风游啊吧的模样。我跟大家借手好不好？阿妹的木卡。脸上浮天穿线啊，讲了很多人生的辛苦甲酸甜，也想起来就像在看一部不白天涯。啊，我也需要手机的亮灯来。刺破脸，漫山遍野。中天的阿北山芒大梁，风吹了了风落来的春香，在银行落一场。只可为上路安内下，一龙一龙的路上当，只可为上路风通通是起落。堂记安尼冲天冲，老太个报告吼，金平人的故事吼，全部唔免堆做唔免堆做啊，全部冲天冲啊，还有实力的哦。俺送前送上夜啦，有堂记都天师档，我有播出来，客家天师团，自弹自唱用吉他，俺哋讲佢冲天冲按好糖嘛，客家汉上一招糖无？汉上嘛，好嘛，好，解数啦，解数嘛个诶，一首歌咩係用美麗太傅嗌細時間上快去上去下，因為嗌細時間第一嗌台北。台北有一个三合院，小时候就是有个三合院，我们小时候就在那边玩，所以我们会一直会有那个印象。然后我妈妈其实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可是呢，我小时候就会在大湖国小后面，她会带我们去玩溪，玩水，完成我们小孩子喜欢玩水的梦想。可是她是个旱鸭子，其实很讨厌去玩水。你都旁边姑娘对吧？所以其实社爆鸭懂得的很多的情景，就是在写小时候长大的感觉。好，来，给下就糖诶。什么太感这些要是我的社爆鸭，社爆鸭。好，来，他打加速鸭嘛，我们再一个虚荣的尖叫声，好不好？来，什么？你跳晒了一下子，带你就像个魔法的跳那么湿哒哒，用手带你拍散的这台梦对，跳陪又跳下来以后把感觉，你还不买了空下，流浪眼，手红那点毛就丢心了，你老土，你要用慢来，对开就用魔法图。我这边一起接手来，天空万重梦，老面孔大嘴鼓，周围的夜冲过谁的夜跳舞，我眼中老海就用全部看过，看看我抽的不被泡茶，是包压没喊的多哈，我只差眼光光谁的样。我都过了老天，谁话啊？
谢谢。你有请呢哈，王新飞老师，还有王丽华老师，好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请。现场所有的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有冇？掌声在哪里？哎，掌声特别热烈呢哈！谢谢。因为特别讲，又特别用的呀，身材又特别好，身材又特别好，又讲又好，量才又较高，又较高啊，好，嘿咪懂好啊，对啊，因为要低度吼高度吼下度，本你的资料吼，你不懂知识啦，俺想吼，你吼较灵发地位，哎，对，有像你两位出来哈，你呢现场哈，现场讲呢，七家讲哈，你也较搞一道，七家讲也好啊，搞一道板呐，哎呦，也样讲，用很难能够做没有的，没有做我们的青菜讲哦，安尼哦，好，俺那个讲派有个国税局的，是啊，搞按道板，你看啊，给太好，全部都给好上的呀，全本了，谢谢你们，谢谢哇。对面传来山歌声。
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幸福美滿，合家平安，恩子孫。希望一條歌大家揾幸福。江江夜歌，走天下，歌丟丟，世外祖殘，我彈錯了，清風襯襯彩松裏自自見，夜光微微笑，江江夜歌。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你们，谢谢，谢谢，爱大家，谢谢。江江夜歌，走天下，普土松，公公公，山内呀山，盘古來開天馬來古天，講也講唔難。江江夜歌，江江夜歌。江江夜歌，走天下，送我安有無蹤，想念無空，等心來探聽，昨日來參選，愛也相愛在。江江夜歌，江江夜歌，江江夜歌。哇，在这么温馨的一个夜晚，能够带来这些好听的歌曲给本大家來分享，是當歡喜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會希望，係也係我哋用聽咯，安子生。記得去年頭發風，清香春風，看到思念誰阿哥，無盡也好，相愛行劍同意了，腳步千
动感动的时刻哈，议员，那个苏某议员还有呢。文总议员哈，哇，真的非常谢谢很多中文贵宾哈，谢谢，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谢谢你们，哇，谢谢，哇，我家人班的我们帅哥美女，我们的好朋友群，谢谢他们的伴舞，谢谢，好，再次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来接下来呢，哈，第7届呢，今年要安排给蛋托。蛋托独唱，独唱哪首歌曲？我请我弹个首歌曲。乜个歌曲？陈燕。哎，有请来，林老师，林采宜老师。尖叫声在哪里？前世今生，缘分妙，云相牵连，人间情缘缘众生，一分离合配难免。梦想理想，多年云烟风尘烟，富贵名利，万山空空一尘烟。人生啊，就像江中花。中年，世间尘烟，前世今生。缘分妙，云相牵连，人间情缘，缘缘众生，一分离合配难免。梦想理想。尘烟富贵名利，万山空空一尘烟。人生啊，就像江中花，水中年。世间尘烟，前世今生，缘分命运相牵连，人间情缘，芸芸众生，悲欢离合配难免。梦想理想。多年云烟风尘烟，富贵名利，万山空空一尘烟。人生啊，就像江中花，水历史呢，很多尘烟，
描写人間事件，也就來到了人間啦事件樣板去變化神夢大家因為今日呢，正係神夢大家能得有一樣嘅事件做出了來，欣賞了安尼客家人呢親手喺台灣全省呢能得搶了政府單位，能得按從事基層呢大兵嘅你哋有人士呢本來就有隻舞台，真見去神夢了所有嘅在場嘅所有嘅觀眾朋友，韓國安尼嘅雙級嘅壯觀能得有一樣嘅來機會本大家。我要推苗栗縣政府，要推了所有嘅人民了就來神望了雙級嘅壯觀了就因為按到壯觀冇法度意義來記神望大家。你下老大家介紹，因為青島國嘅，我最近按多年呢，是從涂明爽先生客家本色開始，一直到了下，我後背寫英雄類，韓國當到國嘅帶到了下來最近也當到成果嘅你話 Q 果嘅呢，韓創都創唔得說，你下老大家介紹嘅係意思我寫係當鄉土口語化，很多悄悄冇講起，因為呢嘅唐口狀前一步嘅作將點樣冇講呢？悄悄冇講起你話大家來聽看乜嘅按到悄悄冇講起，要詩嘅要去了。南一空來創嘅，我介紹我嘅團隊，我所教下來所有嘅子子孫孫，來介紹了西南西五，謝謝。阿爸
望大家你千千莫讲戏哈，当到伊到的成果的哈，也係有以前寫過的，像那首歌就10多年前寫都厲害啦。就有的位呢，在電視上有表演過，但是一出來就冇機會哦，要舞台了對吧？哈，要神望大家，神望大家。是呢哈，你那個金曲獎的，唔講呢客家女嘅哈，唔講呢歌后，好，我們的王鳳珠，冇參加藝術讓我做的。真嘅啊，你這表演專業做唔得。冇真嘅哦，太放過他了，太放過，對對，而且佢唱嘅首歌曲非常好聽，對，非常發派。客家妹子，客家妹子，怎麼講妹子？就講客家細妹啦，細妹啦，唔係客家妹嘅天哦，係客家妹子，用呢啲裝上嚟分享，王鳳竹老師。好，現場嘅鄉親朋友還有在場嘅狀況，大家好，大家嘅書聲嚟好冇？本來
得做压轴。老师，你都会不会上按谁上哎？你会上按量呢？客家妹子，谢谢大家。你带来呢，我也有下一首歌的哈，这是按照客家世界一家亲。望所有的乡亲哈，你的客家文化的支持，受多面多多俩，下暗多伊的乡亲，希望大家。世界健康相连，俩的不变的真实，大家的乡亲呀，数天数，心连心，客家世界。3号叫苗北场，人员不同哦，节目也不同哦，很精彩哦。去看呢哈，也可以的索票哈。谢谢。都大汉电台以及苗北英文中心服务团。好，谢谢，是蒙太阳。谢谢，谢谢，乡亲，我们。